大家好，我係利嘉閣梁生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租盤喺匯都兩房單位，442尺，有泳池景㗎，請過嚟入嚟睇下。呢度望正屋苑嘅會所泳池，景觀非常之開揚。開放式廚房都可以做到明火煮食㗎，微波爐、雪櫃、洗衣機、乾衣機已經齊晒㗎啦。睇一睇個細房，非常之闊落。主人房有一個轉角大窗，都係望到屋苑嘅泳池景㗎，景觀一流。睇一睇洗手間喎，洗手間係明廁有窗嘅，仲有浴室寶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啊！